大成功爷阴阳判。惊失眠又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清楚风送着你的形影。额头三笑有心灵，星空爷日管容用心一在各地派伊的护法，顺是勇敢甲勇敢，敢是百姓行为。人若做歹代志，就会受到伊的处罚。毋是互人破病，就是互人散钱，甚至会失去性命。人若做好代，就会得到福报，散钱会变好囝，平安贴血寿。所以，星空爷乃是掌管阴阳两界的神。少爷，阿青，少爷，啉药啊，来。阿青，我是毋是在迷茫？在外口感觉足热烈的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少爷，来，你先把药仔啉落，稍等我来看卖。这药仔食来食去，我的病也无较好啊。少爷，你莫想遐多啦，来，先把药仔啉落。少爷，少爷，阿勇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喊个大细声啦？恭喜少爷，恭喜少爷！我都已经破病到安尼啊，佫有啥物通好恭喜的啦？少爷，你已经考到探花啊呢！真是的，我高中探花，报喜的车官哦，已经来咧大厅等候，当然嘛真实的。阿青，我考到探花啊呢！少爷，恭喜你！是啊，少爷，你的病要赶紧好起来，这几日内底吼，准备让我去护理嘛啦。唔对，这一切拢是阿青的功劳。少爷，阿青，若唔是你去替我代课，我嘛袂有今仔日。搁再讲，我的病看是无望啊，不如安尼啦，阿青，你代替我去
去就任。这个功名本来就是你讨来的，这是你应该得的啊。少爷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假使讲若由我去就任，这是欺君大罪。少爷，你千万唔通搁再提起这件代志，万一若有人泄露风声，咱是承担袂起的。而且搁再讲，这是少爷你的福报，是少爷应该得的啊。对了，这拢是少爷福报，凭着少爷智慧，若不是身躯有病，袂当亲身去赴考。我咧想，少爷的命绝对不止探花而已。是啊，少爷，你紧去大厅去感谢迄个报喜的差官。阿青，多谢你，我绝对袂亏待你的。少爷，只要你会用做互乡里百姓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阿青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做会到。哎勇，我来去换衫。总算是完成这站心愿，无辜负少爷对我的重托。想袂到，我张青也会用高中探花。不过讲起来，我张青是要做官的命，也是做一个老百姓，安尼较自在。夏公主，多谢哈，少爷，你遮坐坐。多谢各位来宾的光临，阮少爷伫咧来顺酒楼有准备淡薄仔酒菜，要来答谢各位。阿豪、阿顺，在，今仔恁两个带大家去订淡薄仔酒菜。是。多谢少爷，行你啦。少爷，我有一句话，唔知我这个做下骹手人的人，通讲唔通讲。是啥物代志？安尼滴滴嘟嘟啦。少爷，阿青替你去赴考的代志，我是感觉有一点仔无妥当。是安怎无妥当？万一，少爷，我是讲万一阿青若唔甘愿将功名送互少爷你，这欺君大罪，少爷，这毋是伫咧君生笑呢。阿青毋是迄款人啊。少爷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天下敢免有一款戆人，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，双手来送互别人，家己甘愿来做一个主动。少爷，你想这敢有可能？虽然阿青自细汉就是我的主动，也毋过，阮两人的感情，就敢若是亲兄弟啊同款。我并无把伊当作是下骹手人。即摆是因为我有病在身，阿青自愿要替我去代考。阿青嘛有讲过，凭伊一个主动，就用考到探花。假使若换做是我，就不只是安尼尔。而且，伊嘛了解，我绝对袂亏待伊的。少爷，话虽然爱讲无毋对，也毋过人伫咧讲，亲兄弟笑嘛都甲算得清清楚楚。搁再安怎讲？伊只不过是一个下骹手人，敢讲伊拢无想着功名官位。你讲得好，逢人之心不可无。哎呦，那安尼，以你的看法，我着安怎做才对？伊说的意思，袂用的，绝对袂用的。阿青伊，少爷，这拢是为了你以后高枕无忧所想出的好办法。
阿青啊！阿青啊！阿勇啊，你这车库是要走去倒？阿青啊，你来这么暗才倒转来，少爷是等你药等几暗呢？歹势啦，啊拄则有一阵头发耽搁着。好，莫讲啊济，咱紧来转啦。阿青，稍等一下，这个环境的路草哦，你比较较熟，你行头前带路，药啊，互我摕啦。免啦，药我摕就用。袂用的啦，你要行头前带路的人，药啊是我来摕啦。这行啦，行啦，免去坐啦，紧行啦。阿青啊！哎呦，你来做啥物事情？你叫我起来啦！我叫你起来，你才咧讲算数。我若是安尼做，少爷计划这么久，你都白了工的。我想，少爷。唔是我阿勇心肝去，这拢是少爷的意思。哎呦，你搞我起来！歹势，我受人之福，中人之事。你若死了后变成恶鬼，要找人报仇，你就去找迄个老天鬼。今嘛我阿勇啊，要开始享受咯。什么人？是我阿勇，你走来我的房间要创啥？我是专工来向你报。张青，我一定替你解决。我费尽心机，替你除掉心头之患。少爷，你要来报答我。你是想要安怎？我想要安怎？这10几年来，你甲我画来画去，我就敢若参像石头同款。你今仔我要安怎？这叫我这个做下骹手人，变哪会担当得起？哎呦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有一大堆的踮伫我的手头，你上好对我较客气。你到底是想要安怎啦？我较伫的真简单，我想要讨回一个公。当年你读册，张青就有册通读，我只干来用带边仔伺候你，恁游山玩水，我就替恁上山渡海。我想要替你解决人生，我这10几年来的怨气，什么人会当了解？我想要向你讨回我心中一口怨气。我要替你黄金10万年。是啊，哎呦，你这个干巧小人，原来我给你骗去啊！我是干巧小人，嘛是互你变的。人来啊！人来啊！你上好是卖我，卖。我会将你所做的歹代志，全部拢压出来。为着我这条命，搁活嘛无偌久啊！我跟你拼！你有资格跟我动手？你要搞我电都要按你的命！老天鬼，你的手中报应！哎呦啊！为你
伤心又何必？为情艰苦又甘会输？我想你遐，想我心飞飞，太平。代志乃变干呢。文喜，你安尼危险啦！文喜，文喜啊，危险啦！你伫创啥啦？停下，停下！我来啊，我落去啊！哎呀，你无要紧，莫伫啊吼。我唔讲，你从前口讲到尾后，我会一日来啊，我都唔讲的呢。要紧，我是要伫倒？这是你落起来啊？没有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免客气。文丽啊，你那年药包啊？遐尼紧啦，多谢蔡头家。这钱是无要紧啦，人刚刚做咧算了。啊，对了，文丽啊，这两本册啊，我你摕等下。今年哦，公园乡的公庙哦，就等你啊。我你要赶紧等呀，日头要落山，公民桥无盖好。是安怎先？为你伤心又何必？为情甘会输？我想你遐，想我心飞飞，太平洋的。日头要落山，公民桥无盖好。是安怎先？无啦，7月半哦，这公民桥无盖真气象，你要赶紧等照顾恁阿娘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哦，我来袂用。多谢。阿青，15年啊，我无一天无想起你的往事。这15年来，无你这个大心的好兄弟啊，伫我的身躯边。虽然我今仔是元老爷，也毋过，我所感觉有够寂寞，有够孤单。阿青，你会原谅我无？那遐侪人有伫遐。借过来。请问，这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落去管老爷啦，互你做迄个孤魂野鬼啦，啊求这百姓来平安啦，吼！啊，这个老天君哦，这老爷哦，啊实在真好呢，来求这百姓拢平安啦。那安尼，爱互我当时啊？啊，这咯，下早啊已经咯半时辰咯。系啊，这个厝担忧啊，这是要安怎啦？慢来。阿爹，日头遮尔啊大，
你是要摆到啥物时阵啊？嗨，关老爷，关老爷，我这道有代志，你发先过好无？关老爷，喂，你这样子啊，讲袂顺畅，你是无看关老爷，等你有你当百姓你求平安啊！来啊，打起来！来，关老爷。情泪滴落你敢看无影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冷冷无情不知感觉。风雨声吵阮几落暝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款呢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，伤心事用唱歌袂记。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珍惜，这出戏我啥物地位，全心全意感我半点会当感动你。我到底输因倒位？为你伤心又何必？为情艰苦又何必？卡拉 OK 唱落去，管他伊几暝，管他风雨落甲伊当时。